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嚟到深圳蓮塘口岸附近一間大型按摩水會，呢度有免費嘅手工水餃、即食麵提供。觀眾睇完影片過嚟按摩，仲可以報銷翻的士打車嘅車費。技師按摩夠晒專業。今日嚟到水岸明珠養生館做下按摩，觀眾過嚟做按摩可以出示翻的士又或者打車嘅車費記錄，最多可以報銷翻30蚊嘅車費。大家都可以坐地鐵過嚟，可以坐2號線、8號線去翻黃貝嶺站，再轉翻5號線往赤灣方向，坐一個站嚟到怡景站，喺翻 D 出口出站，喺 D 出口上到路面，沿住直路一路向前行，行到嚟愛國路，過翻對面馬路，再轉翻右手邊，沿路一路向前行，中間會經過水富新村嘅牌坊。再沿路一路向前，行返前就可以嚟到維也納酒店，行返入去酒店嘅大堂，沿路行入去可以去返升降機大堂，喺返升降機大堂搭返 lift 上去3樓，喺3樓出 lift 就可以嚟返水岸明珠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你好啊。你好，手牌。好，唔該。裡面請啊。好，同大家睇下呢度嘅項目同埋收費。見到咧，全身按摩嘅項目都係已經包括咗小費。中式按摩90分鐘都係199蚊，另外仲有泰式按摩、香薰按摩同埋中醫理療。大家做全身按摩會送翻2個大堂項目，大堂項目小費簽翻50蚊起。大家做全身嘅雙中按摩仲可以免費過夜留宿。入到嚟去翻南濱部，入邊有多儲物櫃。大家可以放低啲私人物品，喺度放低啲衫。行翻入去，入邊係有多個嘅獨立淋浴間，可以沖翻個涼。入邊仲有桑拿，啱晒中意焗桑拿嘅朋友。出翻嚟就係休息大廳，見到入邊嘅空間夠晒大，同埋呢個場個環境都好新淨，可以喺度做下大堂項目，休息一下。行返入去仲有餐廳，呢邊有免費嘅飲品，仲有生果提供，大家可以坐低休息下，食下生果，同埋仲有手工水餃啊，都係免費提供。大家嚟到可以食下水餃，食下啲簡餐可以免費慳返一餐。另外呢度仲有餐蛋麵提供啊，同樣都係免費。大家嚟到都可以食下啲免費簡餐。食完嘢同大家周圍參觀一下，呢一邊係全身按摩嘅房間。嗱，見到有雙人房，大家2個人嚟都係一齊做按摩。另外呢邊仲有單人房，仲有4人房啊，同朋友一齊嚟都可以一齊按摩。仲有啲單人嘅按摩房，仲有足浴嘅包間，夠晒有私隱。我一開始先做個大堂嘅按腳，大家做全身按摩可以免費送翻2個大堂項目，小費簽翻50蚊起。呢度嘅技師都係好有經驗嘅按摩技師，一開始先幫我鬆下啲膊頭肩頸嘅位置，而且力度夠啊，按落去啲位置都好精準。技師知我肩頸比較攰啊，都幫我去盡量去處理翻。按完肩頸，跟住就做腳底按摩。技師按落去啲腳底反射區個位置都好精準，而且按落去嘅手法都好正宗。平時我哋都比較攰啊，嚟做下腳底按摩都可以幫大家去舒緩翻。呢啲腳跟位都比較攰啊，同埋小腿位置技師都幫我去舒緩翻。平時行得多呢啲位置都係比較攰啊。做下腳底按摩，2隻腳都覺得好放鬆啊。按完腳，技師會幫我哋敷下啲熱毛巾，跟住入房做全身嘅中式按摩。呢度嘅按摩床相對其他按摩店都比較大張，瞓上去比較舒適啊。咁同樣技師按摩嘅手法都好正宗。都問咗邊啲位置比較攰？我都係啲膊頭肩頸同埋啲腰位比較攰啊。咁技師按摩都好專業，
同埋按到唔同嘅部位咧，都問翻我啲力度啱唔啱。技師按摩都相當細心，做完上半身，跟住技師幫我按下啲大腿、小腿嘅位置，可以幫我哋全身去舒緩翻。平時行得多咧，呢啲大腿嘅位置都比較攰啊。技師都幫我去盡量去放鬆翻，按摩嘅手法都非常專業，同埋再按下啲小腿嘅位置啊。今日喺水岸明珠做完按摩，呢度咧價錢夠實際，而且咧有好多優惠，仲有免費嘅大堂項目，大家嚟到可以食翻啲免費簡餐，同埋仲可以報銷翻的士嘅車費啊！感覺呢度咧價錢都幾抵啊！下次大家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試下。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鍾意朋友俾翻個 like 我訂翻個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